Wall Panel 工程賴晒嘢，推薦最流行 Wall Panel 俾客，完工後客人睇到頭暈眼花。呢單工程喺設計嘅初期，我哋向客戶推薦喺客廳同主人房用近年最流行嘅物料做裝飾牆。呢款 Wall Panel 可以為客廳或者房間更有層次感，仲可以突顯優雅嘅品味。好處係易清潔又隔聲。我哋攞咗好多唔同質地、唔同顏色嘅樣板，俾客戶睇下、摸下，仲加埋效果圖，等佢可以睇下完成後大概係點樣。客戶睇完後都好認同，就決定採用。整個工程進行得好順利，屋主夫婦時不時都會嚟視察一下進度，同我哋溝通一下，睇下有冇嘢需要微調。直到睡房 Wall Panel 裝完嗰日，佢哋如常咁嚟到巡視。點知女戶主一見到睡房嘅 Wall Panel， 面色都變埋。我即刻問係唔係有咩問題？佢有啲唔好意思咁話：我一見到幅牆就覺得頭暈眼花。男戶主愛妻心切，即時決定要拆。我就建議改用油漆做翻裝飾牆，保證唔會令女戶主覺得頭暈眼花。工程亦因為改動有所延誤，客人都好理解。重新施工後，客廳同主人房用油漆呈現出精緻優雅嘅品味。最後見到戶主夫婦滿意嘅表情，就係我哋精益求精嘅動力，亦係我哋九龍裝修一直堅持嘅服務理念。即使過程出現波折，我哋都會盡力解決問題。我哋深信，只要深入了解客戶嘅真正需求同審美偏好，先可以做出真正適合客戶嘅專業方案，令到客戶滿意。我哋自己都好開心，好有成功感。好感謝客戶對我哋嘅支持同信任。今集分享係咁多，多謝你哋嘅收睇，下集見。